谢谢。咱要庆祝50周年吼，咱有要组织较大的乐团即个圣歌队来献唱，所以咱有几啊位遮的同工拢来甲咱做一个支援吼，互咱的即个成员会当搁较完整。所以也是咱伫今仔日特别吼，因用即个小组是讲一个小队伫遮来献诗，咱真感谢因有的。拢是有无共款教会的同工服侍者，小等的因素，搁去家己的教会继续参加服侍吼。愿主赐福因，也感多谢因伫咱教会中间甲咱协助，互咱的圣乐会当更较大的进展，甲学罗上帝感谢主。咱要三角分享主的话进前，咱去一遍三角来祈祷。主我的上帝，感谢你无限的恩典，因为你的听，互阮领受到对天顶来的祝福。伫几啊日的落大雨的中间，主你保守阮，会当经历过侪天气变化的无常，总是主你赏赐阮平安，我要献上感谢。也阮今仔日即个出日头的日子，我搁一遍伫你的圣日三甲主祭敬拜，愿上帝你的恩甲阮同在，互阮领受你的话，让成就阮生命的快乐，也伫阮生活中间的尊前，伫你的面前，通过你的话，阮彼此来勉励甲学习。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兄弟姊妹，咱今仔日三甲要来分享即个登山宝训吼的第5个单元吼。经节是用即个马太福音38到48章。即个会当分2个段落吼，拢是所分享的伫圣经的学者，甲咱。即个分析讲，对伫咱一般的人的人性上，耶稣即个教示实在是迄个级数有够悬就对啦吼。讲叫一般的人，咱要有法当做到是无简单的。但是主是安怎要用这个来勉励咱呢？因为伊关怀咱的生命，关怀咱对生命中当活出迄个人甲人中间，特别是咱的血气以及。咱人的性情所合制，咱让跳出这个。咱伫这个2段的中间，咱提升要三甲分享第一部分吼，就是耶稣引用着古早时代，就是犹太人因早期古早人因讲的一寡规律，伫遐要来甲咱探讨安尼。经节咱小等的会当一段一段来做学习啦吼。重新看这古代律法，就是受训甲报复。这是咱伫生活上，咱大部分人甲人中间相拄，拢会拄到。人甲人、社会甲社会、种族甲种族、国家甲国家，你拢会面对这个人所无法当超越这款受训甲报复。咱嘛常常伫这个电视的迄个戏剧的内面吼，咱拢会看见讲哇。当歹人吼受了报应吼，咱拢会拍扑啊吼。哇，这好人也是歹人安尼吼，用这个诚做咱一个人性的出口，也是咱这个人的一个生气的出口。他一般的教导看起来是安尼理所当然的事，但是耶稣用无共款的角度咧，甲咱三甲学习甲分享。这个古代的律法，头一个律法就是讲。以眼行眼，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咱逐定拢伫生活上拢有听过吼，拢有听过。他即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伫即个经节内面安尼讲，你有听到律法安尼教示讲，目睭陪目睭，喙齿陪喙齿。毋过我甲恁讲，毋通做抵抗吼作恶的人。哇，安尼到底？耶稣对咱的教示是咪讲毋通哦，毋通抵抗作恶的人。咱若是对接读这个文字，字面上看起来就是讲，毋着搁在伊安尼武甲互咱收拾袂了。遐尔啊歹，你敢毋免甲教示一个，毋免甲反抗一个嘛？这是咱一般的人的想法吼。咱这个是有一个经文的背景，这个背景就是讲。登山宝训中间有挑战性的教导啦，因为咱一般人的无论是
人情世事，也是咱一般生活上，咱感觉讲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咱即马台湾吼，伫即个真侪，互咱感觉真艰苦心的迄个刑事案件的中间，台湾人吼，迄毋若是讲吼，毋望伊安尼伫法律上受审判呢？你有注意看到吼？咱即马网络足紧足厉害，迄若有人虐童吼。规大人人就招去到伊门口啊，吼，啊毋通出来就私刑就对啦，要用私刑的就对啦，吼，咱嘛有时看到新闻，不讲吼，即人作恶吼，互人足假的切气吼，讲爱加倍奉还，即拢是咱日常会拄到的，会看到的，甚至看咱讲血脉喷张吼，看起讲即个歹人受报应，迄偌爽快迄种意思吼，那。即个古早时代即款的教导，吼，古早时代即款的教導，伊讲目睭陪目睭，喙齿陪喙齿，到底什么意思？吼，伊讲爱了解迄个当时的背景，无互咱真容易误解啦，吼，误解耶稣对人拢要求讲，哎哟，毋通逆来顺，叫人爱逆来顺受，假是讲牧师你迄个耶稣你哪会拢无要生气，无要处罚的，吼。其实耶稣的教导比即个更较深刻就对啦，吼。即深刻，若是对当时的迄个历史的背景，也是当时的民情的背景，伊讲吼，这颠倒是一个保护，安尼什么意思呢？通常人若拄着委屈，也是拄着受害的时阵，吼。马上一个想法就是要报复，但是报复吼，有时拢会迄个量度拢无共款啦。比如你甲我拍一个手，我吼可能甲你摸三拳，安尼什么意思咧？就是讲吼，伊用即个刑法看起来是吼好亲像有甚物款的限制，事实伊是要保护，伊是要保护。以眼行眼吼，讲用目睭翕目睭，是咧限制报复就对啦，毋是鼓励报复哦，限制。因为人当受气的时阵，人当委屈的时阵吼，伊的报复那是比较大，就是咱讲的加倍奉还的意思。所以早时吼，有人比如讲，互人拍落一支喙齿啊，有时是甲对方杀死。赔偿甲损害爱相平就对啦吼，避免迄个。无止境的报复，吼人讲报残的冤吼，人小可甲你得罪哪定，哇！你的生气吼，迄倍数差太多啊！咱有时看见伫社会，有时咱感觉足生气，就是安尼吼。比如讲，咱现在开车伫外面，有时真无细致吼，就甲人骑着吼。哇！骑着，照讲是大家心平气和，讲倒位毋对，倒位毋对，警察来讲的吼，嘛无就是请即个保险公司来调查看卖来，看有啥物通好赔偿的安尼。不过台湾毋是哦，吼，一个骑落吼，车门一个开吼，迄球棒落出来安尼。有时吼去落到地吼，甲你的规只车吼，其实都损害一个迄个半马倒位安尼若定，甲你规只车吼玻璃毛了了，迄就叫做吼超过迄个限度的报复就对啦。我印象足深吼，我从少年时阵捌伫美国芝加哥的时阵吼，迄阵少年嘛无晓开车，搁伫美国吼，所以伫礼拜日啦，像咱早起这种礼拜日，阮就去到一个长老因兜，伊甲阮。再去到礼拜堂，准备要做礼拜。开车开到头前的时阵吼，准备要转弯啦。转弯吼，就是咱左转，照讲是爱让直行车嘛。但迄个所在可能是迄个车厢顶无讲介明显，所以当阮坐几只车左转要过迄条路的时阵吼，哇，头前几只车弄来啊！好佳在吼，弄一个吼无介严重啦，但是吼车有损伤。迄个长老改成小可后来吼，迄个骨小可有去歪掉安尼吼。但是互我印象深的是安怎呢？
两只车停伫遐了，随落来，就大家讲的，参详详去联络律师，迄个保险公司，了就离开拢无代志，也无伫遐烧煤，也无伫遐冤家就对啦。讲大家爱知影讲这不幸拄着但是呢，咱好好来处理安尼。所以这嘛是甲咱这个人情世事有关系。所以兄弟姊妹，咱看见耶稣咧讲这个时阵呢，耶稣是呼召咱，若是爱迄个邪恶的人，连对敌都爱听就对啦。这甲咱人性就真差真大吼。登山部分吼，无有比这个较条件较大的，但是呢，搁较无有比这个吼，咱需要圣神会开咱。意思是报复是人的本性，耶稣用这个咧甲咱挑战。耶稣的教导是啥物呢？咱的关系应该起造伫听的顶面，毋是正义啦。听优先，毋是正义。对错待咱的人，咱的责任毋是报复，是接受其中的不义，毋通欺负你的人报复。这是耶稣足悬的迄伦理的教导。但耶稣意思是啥物呢？毋是否认迄个人的邪恶啦，也毋是否认迄个人对咱做歹代。报仇、反击、冤冤相报，是耶稣所无爱。有影，世间事所有的世界，无论是国家甲国家、种族甲种族，一直冤冤相报，何时了？就是伫遮。因为人的本性你害我一寸，我要讨你一尺。这个是咱人的人性所拄着的。但是耶稣甲伊高升到什么？天国的原则，耶稣无否定公义伊是教导阮道讲，毋通互怨恨控制你的生命。他这个真做咱真大伦理的挑战。伊毋是取消律法，伊是指出讲，个人毋通用报复当作解决冲突的方式。所以咱嘛知影讲，当社会发生大案件的时阵呢，哇，煞变作警察爱保护迄个犯罪的人无大人一拳一手夹腿夹棍迄个人未到警察局，也是讲也未去到法庭就互猫一个无性命去这是人咱社会所面临着的。伫咱今日社会，可能毋是讲拄着遐尼严重的代志啦，有时咱会拄着类似种情形。今日伫这个社会的场景呢，咱真侪人伫网络咧发言爱细字若无人甲你攻击，人讲死板就对啦落长甲你骂，伫网络顶面伊无看到人迄骂话毒甲有够毒就对啦。你讲世间有人咧讲话遐尼无礼貌，但是伊就是假讲，因为伊无甲恁见着面咧所以你无看足侪人迄个网络上伊若咧反击迄留言会互甲你下载下载了去甲你告拢知影你是对伊发出来。这就是咱知影讲现在即个社会，人秘伫迄个网络内底，用攻击、恶意咧批评。有时咱伫职场顶面受到误解，做迄代志煞无受到无得到上司的对咱的肯定，煞颠倒甲咱误会。伫家庭有时咱的语言的伤害，咱第一个反应什么呢？我爱加倍奉还就对啦。但是主要所甲咱提醒讲，咱先停落来，毋通生气啦用生气来主导你的回应。因为当人伫咧气中的时阵所反应的，有时是超过你家己的限度。这是用目睭行目睭，这款的教是耶稣对咱的一个提醒。搁另外一段的话就是咱第39节里面所讲的讲毋过我甲恁讲，39到42节，伊讲毋通抵抗作恶的人，人若献你正平的喙皮，连倒兵嘛互伊献。讲人若告你，要摕你的内衫，连外衫嘛互伊安尼。这个嘛是个伫咱生活上真恶得去面对的事。咱知影讲伊个第41节讲，
占领军的军人若强迫你行1里，你行2里，人若对你求，就互伊甲你招，毋通拒绝。这个拢是咱生活上真难得去面对的事。伫犹太文化中间外衫外衫是足重要的物件，甚至袂当永久甲扣留，因为当时犹太人因的生活形态无像现在，咱逐种场景的衫拢有啦，要去参加宴会的衫，要来做礼拜穿的衫，伫厝内来休闲的衫，要运动的衫，遮大堆用袂了，穿袂了。但是早前犹太人伫迄个中东迄种旷野的所在，也是迄个热带、迄个沙漠的所在，因一领外帽迄领衫嘛是暗时咧架配的衫迄领外帽，咱若看耶稣迄个图因拢穿一领足大领，迄领是平常时日时咧穿，暗时咧困咧架所以呢，因的律法就是讲外衫你袂爱随便共扣安尼就是伊。暗时寒人无通好夹，所以这是因当时的一种生活的形态。耶稣的教导是啥物？毋通过度接受家己的权益啦，致使失去疼人的心安尼伫历史背景内底，罗马军事呢，因迄阵犹太人是互罗马的军队所掌管，罗马帝国所掌管所以呢。罗马兵伊有权要求咱遮个百姓，讲你爱斗出力就对啦，出劳力替我行1里路，搬1里路。但是耶稣安怎讲呢？加行1里路，毋是压迫来屈服，是主动用善意来回应，互人看见迄个无共款的生命。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讲，你叫我行1里，我甲你行2里，互你无话讲。这款的要求嘛是一般的人感觉讲真不可思议的事啦。但是当你用另外一个心态来做的时候，你毋若是无委屈，你会感觉讲我的能量、我的气场，佫比你较悬。所以迄款用较侪的疼来回应，互迄个无理的要求煞变做一个委屈，想变做一个无正当就对。伫今咱生活上，有时咱会拄到这个事，事实基督徒即款的教示有运用伫生活上因为咱伫今仔日真侪人，伊伫职场伊的工作毋只干是完成上低的要求啦，伊佫加做较济。有时咱伫教会内面，咱咧侍奉原来都应该做遮尔，咱做比伊佫较济。当咱咧做幸福小组的时阵，咱甲咱遮组员做一款的勉励，讲做不足是亏欠啦做拄好是本分做过头才会互人感动。真侪基督徒都有一款的真好的这个装备，就是愿意为人做较侪。当伊做较侪时，互人得到感动。咱真侪的兄弟姊妹伫咧传福音的顶面知影讲。你做比一般的人要求较侪，迄就是疼的出口。所以咱嘛定定伫咱生活上，咱会互相勉励讲，加行1里路，是诚做基督徒真愿意服侍的一个象征啦所以耶稣伫这个所在意思讲，这毋是软弱，颠倒是一个刚强。讲疼遐个伤害咱的人，需要迄个。上不可思议的亏力，人的一般的亏力是无够的，所以拒绝个人的报复，因为伊有这个无私的疼，这个拢是咱对耶稣所得到真特别的教示。基督徒找到以善报恶的机会，到伫极致就对啦，讲到极致意思讲为了听演讲，甚至连身体、衫裤、家己的精力，佫有金钱，拢会当付出。耶稣无讲伊无讲既然无应该用律法来进行个人的报复，人就对邪恶安尼目睭看暗起来无爱看，咱承受不公不义就会带来一种好的结果。意思讲，人对咱安尼有真侪的伤害，但是咱用疼来回复的时候，伊会互即个代志变做一个水的结果。这是咱人人性上真恶伫做的，但是耶稣讲，
咱爱努力去完成。伫二次大战的时阵吼，伫荷兰有一个女性叫做克利特恩鲍姆，伊是荷兰的一个一般他的钟表行的迄个师傅就对啦吼。啊，因为伊伫第二次大战的时阵吼，伊收留足侪受迫害的犹太人，就是讲遐犹太人在互德国在甲伊追杀，啊，伊甲伊藏起来。但是后来连伊家己嘛，互人发现着就对啦，啊，互关入去集中营。哦，啊，讲起来是讲伊好心来收留这犹太人，煞家己互关呀，吼。啊，这个黑白的相片是少年的相片，啊，这个彩色的是后来吼啊年纪大时的这个图。啊，伊这个故事咧讲着讲，伊关于后来有偷放，啊，战后吼，伊有一遍咧聚会中间吼，去拄着捌虐待伊的集中营遐个守卫就对啦。伊是讲伫个生活上看你较早啊，伊做迄个管理员啊，咧甲我虐待安尼。啊，伊大声看着讲，哇，迄生气强强要爆发出来，看到伊哦，想要走去头前甲扒过个安尼吼。但是呢，伊忍落来，伊伫祈祷中选择伸出伊的手，甲伊握手安尼。哇，这实在是真无简单的一个改变。伊我当放落迄个愤怒去甲伊握手。伊后来有做见证，讲当伊顺服耶稣基督的教士，选择饶赦的时阵，伊讲：真奇怪，迄个怨恨，迄个苦毒吼，怎无去啊？意思讲，你想要继续保留你的怨妒、甲生气，啊，甲怨恨，啊，去甲把过个啊？啊，你是毋是就完全无代志？毋是，迄个生气要记伫咧。但是当伊选择饶赦的时阵，选择原谅的时阵，伊迄个苦毒就无去啊。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讲，耶稣爱咱超越出这个人甲人中间相处的相情，毋是表示讲甲迄个历史袂记去，也是讲来否认迄个罪恶，是咱拒绝啦吼，拒绝互冤仇、互怨恨、仇恨继续来捆绑咱的性命。啊，这是耶稣互咱迄个真要紧的提醒。虽然咱知影讲，咱迄个难度太高了，做无啥会到。啊，所以论这个报复吼，论报复事实，耶稣爱咱做的是安那？是咧论咱的生命的自由。意思讲，我伫生活上拢会拄到这个，但是呢，耶稣爱咱做的是，伊毋是讲这学生吼，耶稣讲这学生无原则，啊，毋是否定迄个制度爱保护弱势者，迄个教导是讲，耶稣讲爱咱毋通互生气来控制咱家己啦，毋通互生气控制咱家己，毋通互报复成出咱人生的方向，爱用疼甲恩典来拍破迄个冤仇的循环，用疼甲恩典来拍破迄个冤仇。啊，所以罗马书12章21节讲，你毋通互歹所赢，爱用好赢过歹。所以兄弟姊妹，这个咱拢承认，毋是遐尼简单的功课，做袂到吼。我想也无人讲你毋对啦。但是耶稣是爱咱讲，你安怎对遐尼艰难的这个人际关系、生命中间突出？伫家庭、伫职场、伫社会、甲教会内底，咱安怎用基督的疼来回应伤害？用真理来维护咱的公义，用恩典赢过报复。这拢是咱一生所要学习的功课。咱拢知影，现在这个辅导的迄个科学愈来愈发展，真侪人当咧家己看家己的这个性情，讲我今仔日我活哩，比如讲我活30岁、40岁，我是看我的生命是安尼呢？有人我通甲你帮忙讲，你倒转去看你细汉囡仔成长的过程中间。咱知讲霸凌吼，会影响一个人一生呢。
所以这个辅导者也是讲咱伫咱教会所推动的这个内在医治吼，一般拢无甲你讲，你较早有啥甲你伤害过吼，啥甲你安怎吼，你要报复无去甲报复，你就解决啦，无啦。通常你讲，你爱先学晓赦免，等你赦免的时阵，才会当对伤害你的人得到自由。若无吼，当时伤害你可能一句话，也是甲你做一个伤害的动作，但是你疼一世人，艰苦一世人，你要怎放落来？你搁甲扒两个嘛无效，迄个怨恨了搁伫咧，是你安怎得到医治，得到赦免，然后你行出迄个伤害，活出一个新的人生。这是耶稣知影人的罪所带来迄个伤害，耶稣用另外一个方式要带咱离开这个伤害，冤冤相报何时了？咱兄弟姊妹，困难归困难，总是咱要伫遐学习安怎面对家己的生命。佮第二部分是学习天父真做完全的人，嘛是共款类似的教导啦吼。第一讲听你的对答，哇，43到45节的所在，圣经在安尼记载讲，恁有听起即款教示，甲咱顶一摆所讲的吼，耶稣拢讲，你都捌听过早前咱的古早人咧安怎讲，但是我甲你讲安尼吼。所以表示讲，对一寡教示，耶稣有真心的看法就对了，天国的教示啦。伊讲，你有听即款教示，就听你的厝边，怨恨你的对答。这讲这是世间足正常的代志啊吼。对答吼，咱就是爱甲伊拼吼，但是爱听你的厝边。但是伊讲，毋过我甲恁讲，就听你的对答，这撇下恁的祈祷。哇，咱足侪人读登山宝训感觉讲，哇，愈读愈心虚啊！感觉讲哇，这要哪做好才会到吼？我想大家人的心情拢是安尼。但是现在耶稣要安尼讲，咱是要了解讲伊讲的意思啦。伊讲安尼，恁才会当真做恁天父的囝。你有法度人真做上帝的囝，爱做到遮，因为伊互日头出来照好人甲歹人，嘛落雨互义人甲不义的人。所以这段经文呢，是登山宝训的一个高峰啦，是耶稣对听上革命性的教导。一般咱人讲，我听我的亲人，听我家己家内人我家族我听我的国家，还是好。连对答我也要听，是要听会落吼。但是耶稣邀请门徒活出另外一种的生命，伊是讲用上帝听。用上帝听，毋是你家己我都来做噶，用上帝听来回应对答的意思安尼。耶稣提出4种原则啊，吼，4种原则对。拄则咱讲的，伊有4项，第一听对答，你用上帝眼光看待伊，无用歹报歹。第二，讲为着压迫你的人祈祷，祈祷毋是讲我祈祷伊就改变哦，是祈祷你家己先改变。祈祷大先改变，毋是对方啦，是咱家己的内心。第三，耶稣提出的迄个原则，就是讲天父普遍的恩典。什么恩典呢？天父互日头照好人，嘛照歹人；落雨互做好的人，嘛互做歹的人。咱常常嘛伫社会讲一句话，讲哎哟，好人短命有无？好人短命，实是看拢袂为的咧奇怪。就遮好的人，哪会安尼？咱拢有即款的怨叹就对啦吼。咱兄弟姊妹，耶稣佫提出第4个，讲超越世间人的听，真正无共的是，耶稣基督愿意去听遐个无可爱的人。这个拢是真特别的。咱读过的时阵咱要伫生活上，咱嘛无可能讲，逐项代志我拢来试看嘛，因为足侪代志拢是你拄着的，有时临时拄着，也毋是你定定拄着所以当咱有一款的装备的时阵，咱才学习讲，当咱拄着的时阵要安怎面对。耶稣爱门徒去听家己的对答，厝边伊讲的厝边无不然是伫共种族、共信仰的真可能是甲你无关系的。所以伫上帝的话内底，厝边嘛包括咱的对答呢。所以对耶稣的眼光来看，厝边单纯所指的就是遐需要的人，
意思毋是厝边就是讲啊，甲我有关系，啊，我关系袂歹，啊，才叫做厝边，也是我所熟悉的人，是遐有需要的人，就是你的厝边。啊，所以伫某一个程度来帮助你就对啦吼。啊，所以耶稣讲爱咱祈祷，祈祷是咱表达对别人听的一种方式。为人祈祷，那你无爱对方，这是无可能的。当你愿意为了对方祈祷，你知影讲，你愿意互伊一个机会。啊，所以咱袂当讲啊，对敌开始有好的回应，对咱有疼，咱才要祈祷啊。有时人对你无好吼，你嘛袂当要求甲安尼吼。你成为祈祷是因你愿意改变，啊，这是真特殊的事啦。耶稣伫咧定时的时阵，甚至继续不断为着该施行的人祈祷，讲爸啊，赦免因，因为因所做因毋知。所以连十字架的酷刑，拢无法度人互耶稣无为着伊的对敌祈祷。那安尼，咱有真多事，拢有法度对中间找出一个出路，甲一个机会吼。所以，亲像上帝用日头甲雨水，该丰富的祝福，同时互义人甲不义的人。有时咱用听的行动，嘛是对厝边啊，咱身边每一个，不管伊是家内的人，也是朋友，也是厝边，也是对敌。咱伫日本时代吼，有一件真出名的即个宣教的故事啦吼，就是伫差不多伫新竹迄个所在吼，有一个日本吼，应该是当时的官员啊，因为伫迄个新竹迄个内山吼，甲原住民咧对应的时阵吼，所互原住民报复啊，甲杀死啊。啊，即个人吼。叫做吉祥井上，啊，伊一个囝吼，叫做井上伊之助啊。伊知影伊的老爸伫原住民的所在，互人害死。伊安怎讲呢？讲我要用歹来报复。伊就立志，伊讲这个原住民可能也未现代化，也无文明，伊当作大人是对敌，啊，所以伊的老爸才会伫遐受害。伊就开始伫东京的所在开始学医学，伊就是学遐医疗的即个技术。伊讲我要倒转来新竹即个所在，用医疗来帮忙遮当时的泰雅族，用即个来用好来报歹。伊讲我报冤仇的方式是用听来报，啊，伊诚做当时泰雅族吼。啊，日本人因为伊当时有权利啦，会通入去到原住民的所在，将福音传互因。啊，这个故事吼，后来洪销做一本册，叫做《上帝在编织》吼，上帝在编织，就是记载这个井上义之助的故事。遐尼即位真侪我学伫做教的事，啊，也成到咱努力的目标。最后一项是讲，听遐个听咱的人。吼，这是拄则经文内底安尼写，伊讲，因为恁若简单听遐个听恁的人有啥物报赏，兼毋是连遐个冒税的人嘛安尼做嘛？伊讲对遐个抽象的人就对啦。讲恁若只有对家己的兄弟啊是姊妹，是咧啊，即个经节吼是中文的吼，是咧。伊讲恁若只有对家己的兄弟啊是姊妹，请安有啥物比别人较特别呢？兼毋是伫外邦人嘛安尼做嘛？伊讲，既然恁的天父是完全，恁嘛着完全。安怎完全亲像天父？伫即个话中间吼，咱通看见讲，咱好人歹人，我嘛听家己的人。啊，你朋友互相请安，互相祝福，啊，这有啥物奇怪呢？你若要超越这个，就是连对敌你嘛听落，安就对吼。啊，所以。耶稣用最后即个教示讲，天父完全，你嘛都要完全，用即个真做咱一个最后的教导啦。像你即位，连遐个无信主的人，伊嘛知影要安尼去听人。咱知影讲足侪吼，迄个凶神恶煞，迄个枪击要犯哦，足听伊老母呢，吼，足友好别老母的。你就讲啊，即款到底对别人遐歹，啊对家己的人遐好安尼吼？啊，事实人的人性常常是安尼啦。啊，所以。对落世界的人，犹原会当点现伊听的深度。
所以对父母的疼，对另外一半伴侣的疼，对家内的疼，对朋友的疼。伊讲，就迄上影声上歹的，当中是迄冒税的人、冒税的人，还是讲抽象的人，拢嘛疼因家己的人啊。啊，所以耶稣用这个做起头，讲基督徒是忘掉去疼遐个无可能疼的人、丧凶的人、互人放杀的人、伤害咱的人对敌。假使若无有上帝迄个超然的恩典，咱疼袂落去啦。像迄井上一之子，伊若当时做日本官员，去山顶报仇甲虐待当时害着伊老爸的人，啊，你嘛是讲啊，这样才刚好而已啊。兄弟姊妹，基督徒所以会超越这个，是因为咱有法度人跳出一般的人迄气的眼光，啊，所以只疼遐个疼咱的人，比遐个无信仰的人也无较好啊。啊，所以兄弟姊妹，疼伫耶稣的所用迄个阿兰文，耶稣当时用阿兰文讲话，迄个意思是讲无所不包啦，疼就是讲大项拢包含在内。咱受忘掉，伫疼内底完全啊，这疼是包括上帝包容的疼，连对敌拢会让得到怜悯。所以兄弟姊妹，咱要学天父，毋是学这个世界。咱讲要完全吼，是咱天父是完全。这个甲疼有关系，亲像天父完全的疼，是不是愿意去疼遐个袂晓回报的人？第48节吼，咱最后一节讲完全，伊真正意思伫原文吼是较意思是讲成熟、真完整，达到上帝所期待的目标。吼，完全的意思吼，毋是讲哇拢毫无瑕疵啦，伊较是咧讲完整成熟上帝的目标。意思吼，毋是讲哇啊我永远拢袂做毋对啊，我完全的人吼，啊这个人毋就变圣人啊吼。人哪有可能毋对？无拢会做，袂做毋对。是讲咱永远爱学习哪来哪亲像天父。兄弟姊妹，最后咱要讲的是讲，有时冲突吼，毋免讲遐尼大，民族甲民族、国家甲国家，咱伫教会内底，定定嘛会有冲突呢。但是这个冲突袂当避免，毋过因为咱有基督。所以咱爱学习来下面，咱嘛真侪兄弟姊妹，特别咧服侍的同工，你会一定会感觉到，教会上大的伤害哦，毋是对外面哦，常常是咱的兄弟姊妹呢。啊，所以因为安尼疼对敌，有时吼，莫讲到遐尼外面啦，事实是你疼捌伤害过你的兄弟姊妹，这是咱伫教会内爱学习的功课。当然，耶稣用6个例来甲咱做显示啦，就是基督徒忘掉搁较大的义，就是因为圣神，咱甲迄律法写伫咱的心中，吼毋是干那讲伫外表那定。但伫美国有一个出名的即个民主道士吼，叫做马丁路德金恩啦，吼，即马丁路德金。后来呢，美国人因用伊的生日，当做一个因的国定假日呢。就是领导黑人在面对当时美国足侪法律对黑人的即个辖制吼。这马丁路德金啊，伊捌讲过一句话，伊讲黑暗袂当赶走黑暗，伊说黑暗要甲黑暗赶走无法度，只有光会当做到。冤仇袂当赶掉冤仇。只有疼做会到，这是马丁路德金足出名的，叫做即个非暴力抗争啦，非暴力的，就是讲我要对抗一个足恶质的即个官员、官府，也是讲即个势力，我毋是用武力对武力，用拳头对拳头，我用非暴力的抗争安尼。伊毋是好人无公义啦，也是讲伊是相信用冤仇回应冤仇。会互伤害来继续落去，所以这个马丁路德金是一个牧师啊，当时带黑人来对当时美国的一寡算讲无公义的法律伫遐来抗争，所以后来伊的生日变做美国的国定假日吼。
他基督徒受呼召，毋是效法这个世界，是来学天父啦，也是透过对伊的这个学习，互世界人看出这个文化的改变，文化的改变。但兄弟姊妹，咱承认讲，对伫耶稣这款的教示，伫咱生活上咱要做会到，特别是咱受到社会，无论是一般的教育，咱电视媒体，迄个教导，咱一般感觉这理所当然的事，耶稣讲的拢无相像。咱毋是讲我一个就马上一个讲，我拢赚100%，考100分啦。咱是讲，耶稣讲的带你咱去思考呢。以这个咱会让脱出生命自由的一个方法。所以咱结尾来讲，听对的是福音上有力的见证。对登山宝训的捌福，到听对的达到高峰。耶稣毋是干那要求伊的门徒做一件家己会当完成的事，加靠家己无法度，但是要靠信心来完成。真正的基督徒毋是干那听遐个值得听的人，而且是伫受伤的时阵，要选择去听遐个伤害咱的人。伫即个结论的中间，咱知影讲，迄个照射，听对着是，你照射的时阵，你就无搁再有苦毒；你怠倒，就无搁再有咒诅；你行好，就无搁再有报复。罗马书12章20到21节，甲咱勉励讲：，那你的对着枵，你就互伊食；喙焦互伊啉，毋通互歹所赢，爱用好赢过歹。最后，咱要讲的是讲，有影福音，所以会当行出来，是因为咱做出一般世间人的价值观更较超越的事。当教会甲基督徒活出这样的听的时阵，世界就会当伫咱心中看见天父伊的性情，看见福音的改变。兄弟姊妹，你有看到迄个福音的出口无？是咱先对耶稣讲，听你的，毋通报复来做开始。这个牧师嘛，承认是艰难的工课。但是，这是咱一个改变的开始。愿主赏赐咱有这款对以来的听甲开力，通过登山宝训，让咱一个专心的思考。咱要做一个祈祷了后，咱准备要来做医治的这个祝福。咱三个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感谢你，主耶稣对阮的教示甲勉励，阮知影伫人的本性中间是真大的挑战甲困难，受分甲报复，听遐个对着，主啊，伫这社会，无论是一般的法律，也是人情世事中间，阮知影真艰难。总是主你听阮，是听阮的灵魂，听阮爱对迄个万分伤害中间行出来，成做生命自由的人。主，阮知影，阮人的软弱，咱的血气。真困难达到，总是阮要往这个方向来行，知影阮要成做一个自由，成做互上帝所接纳，成做天国的子民，也学习天父，成做完全的人。感谢主，互阮这款的教示，毋是一个永远无法通达到的，是阮一步一步往上帝所插的标来走。感谢你，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兄弟姊妹，咱